好多人都認為談論身後事呢個話題太早、太沉重，所以大家都避而不談。但喺人生嘅最後一程，我哋都希望可以得到妥善嘅安排，不留遺憾。而家圓明園推出特別嘅優惠，10位嘅配套，讓你可以妥善咁樣安排最後嘅歸屬處。呢度坐落在高山之上，空氣清新，遠離煩囂，四周綠意圍繞，彷彿天地最靜謐嘅一方塵土。行進院內，最高雅以莊嚴嘅氛圍，每一寸空間都係用心打造，為先人提供一處安寧舒適嘅安息之地。而家1樓嘅圓滿廳，單人位可以任選位置，只需要10千，而雙人位都有優惠價，有繁華廳、御殿廳、悅華廳同埋風華廳，只需要20千就可以任選位置。也許你會覺得而家講得太早，但係人生無常，準備得早一啲，心裏就會踏實一啲。呢啲優惠將會持續到6月30號，趁而家把握呢個誠意十足嘅優惠，為愛之人留下永恆嘅安心。